手，有在耍 Line， 有在耍脸书、Facebook 的举手。再甲你讲紧来分享，互你边仔人，敢有收过这款讯息？科技发达，通讯以及交友软体的普及，各种讯息传播也越来越快。但民众有没有想过，你所转发的讯息是否是假消息或者是假新闻呢？为了让民众对于媒体识读有更深的了解，双子星三冠王有线电视规划多场媒体识读社区宣导课程，26日来到南区文南里活动中心举办。透过讲师活泼有趣的分享，让社区长辈了解如何辨识假消息。我有想过讲，这个代志是真的还是假？伊顶管会写讲啥物医生讲啥物话，可能是真的，不过等下要来教大家安怎判断吼。所以咧，咱媒体识读主要就是讲要教你讲，你要安怎去判断，要安怎去思考，唔通吼，戆戆去互人牵咧走啦。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啦。这个，因为如果照这样去做的话，就比较不会有错误的那个辨别了。我会先求证，然后判断内容，是不是有符合迄个现实，有迄个合理性啦，搁看伊这个发布的作者还是来源有迄个公正性。这真正有需要啦，无阮实在有当时唔知影，你会甲开，嘿，所以你这个节目讲过，真正是需要啦，阮有需要这。看到李明用功写着笔记，努力吸收媒体识读课程的内容，也让文南里长陈清泉相当感谢中嘉集团的用心规划。因为中嘉呢，大家呢，因为外口呢。咧卖药啦，咧卖什么一款物件哦，真济，一寡中介呢，一寡钱大家是能去用骗了哩，所以呢，咱就是非常感谢双子星三冠王来遮做一寡这个真的新闻、假的新闻的分别，所以阮中介大家足欢喜，所以感谢咱有线电视台甲咱合作。26日在文南里登场的课程是双子星三冠王所举办的第3场媒体识读活动，第4场课程分享也将在安平区建平里举办。欢迎对媒体识读课程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到场参加。终结假消息，人人有责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